这里就是个今天叫朋友说的哟，对，说到陈教授老师，他姐姐也给了本来想听老师那样，没有那么深，没有那么多的学哈的些呢。现在个今天给老本来没有那么深哈的，到复工那个那边，老家不一样的，都有的看见那么神奇的，现在到旁边到山上哟，要都说了，这应该山大石头，现在也给了本来了。现在跟今天给了呢，这给老师那个有寂寞大呢，跟我们往前弄上来，我们往前来呀。